使徒行传第8章，杀害司提反这件事，扫罗亲战神。对今日开始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非常厉害的迫害。使徒以外所有的信徒分散到犹太、撒玛利亚的各所在去。有的虔诚的人将司提反埋起来，为其伤心抬轿。这时，扫罗就进行迫害教会的工作。佢一家一家去搜查，捉男女信徒来去坐监。佢哋分散嘅信徒去到各所在传福音。腓利到撒玛利亚嘅一处上去，向各位嘅人传基督嘅事。众人全部认真听腓利所讲嘅话，佢哋一片听，一片看佢所行嘅神迹，听到下令太上险。对所附身的人地背出来，亲到探访的、求脚的也全部得到医好，街上就充满欢喜。有一个人名按到西门，他在街上行邪术，使撒玛利亚的人民真稀奇，他闹到自家亲外，所有的人无论太太小小，全部听从他讲：这个人有上帝的能力。是太能炸，因为佢行邪术迷惑基督有拯救嘅时间，所以基督听从佢，总系都基督相信腓利所传关系上帝国嘅福音，留耶稣基督嘅名，基督无论男女就隆重两洗礼。西门自家也相信，佢两洗礼后，常常同腓利共下，佢看到腓利所行嘅神迹。老太启示，就真稀奇，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听到撒玛利亚人接受上帝的道理，就派彼得、约翰到基督嘅位去。两个人一到，就为信徒祈祷，爱本基督领受圣灵，因为嗰時聖靈含忙臨到基督當中任何一個人，基督只有奉主耶穌嘅名接受洗禮天天，所以。彼得、約翰為基督按手，基督就領受聖靈。西門看到使徒一按手，人就領受到聖靈，佢就拿錢本使徒講：強強的能力也不愛，是愛為萬人按手，萬人就會領受聖靈。仲係彼得對佢講：你同你嘅錢窮下毀滅咧，你讓我弄上上帝嘅恩賜做得用錢來買啊！愛到嘅工作你無分，因為在上帝嘅面前，你嘅心無髒，所以你愛悔改，離開了個罪惡，並懇求主，或在你心中嘅意念會得到赦免。我看得出你充滿極度嘅艱苦，被罪惡捆綁。西門對彼得、約翰講：求你哋為愛向主祈禱。是你哋所講嘅事唔會發生在我嘅身上。彼得、約翰在各位做見證，傳主嘅道理，然後都轉去耶路撒冷。路上，佢哋也在撒瑪利亞嘅多多村莊傳福音。有主嘅一個天使老腓利講：放起來，向南邊行。到這條對耶路撒冷透到加撒的路上去，這條路已經無人行。腓利就出發去，在這條路上，佢遇到一個太監，係以索比亞嘅太監，在以索比亞王監太佢嘅屬下管錢，佢已經上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，這時要轉去。坐在馬車當讀先知以賽亞嘅書，聖靈老腓利講：你過去在車嘅順頭行。腓利就走過去，聽到太監讀先知以賽亞嘅書，就問佢：你所讀嘅有明白嗎？佢應講：無人教我，用會明白。佢就請腓利上車，同佢共下坐。佢所讀嘅段聖經係：佢唱本人，看起自己用嘅，又唱本人，這無嘅使用嘅，點點
伊也是安样。一句话唔讲，基本人欺负，无人推己，主持公义，无人讲得出伊嘅后退，因为伊嘅生命已经本人对世间出脱。太监问腓力讲：人们先知也话，是自慢人讲嘅，是讲佢自家，也是骗人。腓力就开口对这段圣经开始，老记讲关系耶稣嘅福音，佢就经过一个地方，路顺有水。太监讲：也为有水，爱两舍里，干中唔得。太监就吩咐停茶，腓力同佢跳下落去水中，为佢行舍里。佢就对水中上来以后，主嘅人将腓力忽然带走，太监无再看到佢，就欢欢喜喜继续赶路。后来有人在阿索堵到腓力，佢行遍嘅一带地方，在大个乡镇传福音，直到凯撒利亚。